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大家知道最神奇好搞、最正嘅上係乜嘅呢？是係銀上哦，你銀嘅生日嘛。相信知道13年唱歌也講過嗰種當單純當美好嘅感覺。韓國各個朋友大家共下唱，就得透過合唱啦，還有韓國當到口技嘅技巧等等啦，變成一場當豐富嘅音樂響人啊。今日嘅是介紹俾大家。安讚嘅，用音上就得變化出本意想象唔到嘅咧音樂嘅咧盛宴哦。今日嘅非常歡喜，我哋嚟介紹 Vocal Asia 叫做期盼國際阿卡貝拉藝術節咯。咧今年是喺 Rita 家鄉新竹來期盼，到底有乜嘅神奇豐富嘅內容呢？哇，實介紹俾大家。先嚟分享今日嘅台來賓，我哋客家面上歌手羅思蓉姐。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音樂創作人羅思蓉。耶，歡迎思蓉姐來到節目當中，哈，有你客家嘅元素哦，你新竹圈愛到嘅客家種，哈，稍後呢來介紹了擺發同主辦單位 Vocal Asia 兩藝術總監劉玉儀雙老師。大家好，我係雙，我是這一次藝術節的藝術總監，然後我自己有一個阿卡貝拉團擔任藝術總監，團名叫做 Vocal Novel。哇，歡迎先生，介紹下你來分享哦，你 Vocal Asia 一行中，佢非常無限，背來背去，因為呢，呢擺咧藝術節係今年喺台灣，但明年是喺國外哦，喺哪個地方呢？可能大家就得期待下，先來參加經驗哈。來分享一行中，請武明先生。大家好，我係陳武明，我是 Vocal Asia 的執行長，也是神秘失控人聲樂團的團長。哇，歡迎！上回一廣播，你都有上到東河堂，好，有會廣播，有會唱歌。今天要介紹給大家這個阿卡貝拉藝術節，大家對呢阿卡貝拉係咪就得來很難去沒了解？因為我自己好唱歌哦，我們以前在合唱團啊，喜歡唱無伴奏，是了解講乜嘅係阿卡貝拉。可是還真的有人不知道什麼是阿卡貝拉，哈，所以阿卡貝拉是單純的音上，單純的人聲嘛。該今年咧阿卡貝拉藝術節，既然今年是舉辦的第8年了，再回到我們的台灣了，在我們的新竹我也家鄉哈，讓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們的這個時間跟地點好嗎？我們今年的時間地點是在8月的16號到19號，那主要的場地是在我們的新竹的巨城購物中心這個地方。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要在購物中心辦一個藝術節？好像跟一般的感覺不太一樣。但因為阿卡貝拉是一個非常貼近人的一個音樂形式，我們也希望說不要有距離，不是說一定要到音樂廳裡面才能聽音樂。可能離大家最近、最生活化的地方，一樣可以充滿着動聽的人聲音樂。所以，我們這次特別用購物中心的方式，然後在裡面，大家可能去喝咖啡、去買東西的時候，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好聽的阿卡貝拉。哇，很讚哦！其實剛剛講的阿卡貝拉，它真的很美，因為真的可以做出超乎大家想象。可能你談到，你係鼓尾上，這是鼓，這是什麼樂器？其實這都是用人聲做出來的哈。呢是係阿卡貝拉動巧妙的地方哈。那當然，大家講哇，半夜17號嘛哈，就開始一連串的活動了。這一次是為期4天。是。那新年藝術節地圖其實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啊哈。其中一家係動有客家話，就是我們的哈客音樂會，叫哈卡貝拉，知道嗎？你係咪哈卡貝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該怎麼說呢？因為我們自己覺得阿卡貝拉是，它其實是西方傳過來、歐美傳過來的音樂形式嘛。那但是這個音樂形式，因為用純人聲的方式，它
自有其特别的地方，跟很容易带来的感动。它跟乐器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用纯人声的方式，然后去演唱我们自己的文化。我最近几年常常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做阿卡贝拉很希望办到的事情是想办法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唱我们自己的歌。那其实就是抱着一个这样子的想法。那尤其客家歌曲其实非常的动听，然后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活得很棒，而且不断的在前进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音乐的文化。那我是很希望说，以后我们常常出国去演出的时候，那不只是唱我们的国语歌、台语歌、原住民歌，我们有更多的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这座岛屿的文化是那么丰富的，然后希望能够从不同的面向，用不同的形式来去表达。哇，甲唐一行就讲的真紧动吼，因为客家吼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分吼。韩国伫国之后，其实慢来请都有客家的乡亲吼。韩国一年，其实警长跟那个双双老师，你们知道吗？你也连客家的散购吼，我们也可以无伴奏，然后呢，我们可以独唱，那我们也可以合唱。那某个程度，它的和声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很随意的吟唱。它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阿卡贝拉的展现方式，好吗？哈，嘿啊，使用进一个冲过就轻好安尼，动自由嘅发挥安尼，其实就有安尼嘅意思啦，哈。当然，编奏一个完整嘅阿卡贝拉嘅团曲，其实它需要蛮多的技巧，大家耳朵都要打很开，然后互相听，默契要很好，所以来训练哈。然后一三年冲过去，卡冇上头。不是要拜这个哈克音乐会，其实也特别安排了使用季，韩国有其他的客家的团队，我们在地台湾的团队一起加入，对不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的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会先从传统的乐团开始，北管八音对，然后慢慢的到了有一点点流行的元素，有谢宇威老师还有思荣老师的乐团会来表演，然后接下来就慢慢带到了来自亚洲各地的阿卡贝拉团，他们每一个团都会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一首客家歌。对，有18姑娘、花树下，然后还有。会跟思荣老师有合作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则是邀请到一个来自美国的，虽然是一个美国团，但是它是有4个来自各种不同国家的女生们所组成的团体，叫做 Women of the World。他们也会改编2首客家的歌曲，然后跟谢宇威老师合作。哇！用讲起来，客家嘅上就冲本全世界嘅人，能够记得唐东来到嘅上，多种去。我觉得这个方言的东西，清响音就很迷人，它就是有特别的声韵，好，它的文化的味道就在里面。就本来个唐东我记得这就是台湾，台湾味。就按那个推表现了哈，要不按那这个我们如何购票呢？需要购票吧？在哪里演呢？这场音乐会呢，哈卡佩拉音乐会是8月17号晚上7点半，在新竹市文化局的演艺厅演出。那大家都可以到这个2厅院的售票系统来去购买。那当然，如果没有卖完的话，演出当天也可以现场过来问一问，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一听因为这一天就是我们七夕要浪漫开唱了，就是我们手牵手一起去听暗后嘅哈卡贝拉这个哈克音乐会要不使用季来参与下嘅演出啦我相信对你来讲，然后平常时演出去冇強嘅地方，然後國際嘅團隊強下來合作，咩嘅新嘅感受要不要第度安排你自己乜嘅歌曲呢？一共有3首，好像要不要按那个规则音樂會嘅想法。人讲这个越传统其实是越现代的好，所以呢，老山歌或者说我们传统的客家山歌，其实一点都不退流行。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一次哈卡贝拉，就是希望可以把传统的元素，甚至过渡到当代，又融合出什么
现代的一种氛围跟内涵。好，就像我老按那个一条路线去呈现出来。人讲的古窑是一种文化的发源，一座花园。所以呢，就是透过野创音乐会，人做来看世界各国，当然来唱一条客家嘅歌嘅，加都带不呈现样的一种感情的表达，也係講做的碰撞样的一种火花。係啊。哇，真嘅係嚇人咯，係咪嚇人咯？嗰種藝入邊，透過歌嘅老外嘅樂團，佢演出兩首歌嘅，一首歌嘅就係老嘅山歌歌，韓國大門上嚟做一個融合結合嘅很多山歌歌。咁另外一首呢，很多拍園之歌，也就係因為人講嘅山歌，其實就係一種詩歌，嚇，佢從嘅族語詞。安尼轉變過來，嘿，甲進入到現代，老現代史，要做得結合到樣誒，嚇，嗰種呢我有兩首，嗰韓國一首，很多一三幕，為老嘅總嘅嘅向嘅自由意志人生樂團來合作。哇！嗰首安尼，他們咧其實沒有青島嘅挑戰，有創新嘅部分哦。人講越在地越國際，用嘅呢，要拆貼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挖掘我們的傳統的精髓，各位發揚出去，本喺那度嘅人嚟感受and文化之美哦。等下陣來呢，繼續來認識 Vocal Asia 舉辦嘅阿卡貝拉藝術節，呢度有青島豐富精彩內容哦，請大家先聊一下。大家轉到福起來咧，既然呢，今日 Rita 要倡導咧，你嘅咧創作歌手，老師用韓國 Vocal Asia 咧藝術總監，然後一行中來到節目現場嚟介紹咧阿卡貝拉、阿卡貝拉，這本大家真正一共有談到馬家恩的阿卡貝拉哈，用音上是做得做出豐富嘅變化。韓國喺松本記起你客家天使，韓國福起來咧所有嘅朋友，你是即興創作一段松本大家做得嗎？好啊，試看啦，試試看。好，我這裡有這個 slogan。愛愛客家天使，福起來嚟出演嘅節目啦哈！嗰時候大家堂堂嘅就敬堂就敬愛演客家天使，敬愛演福起來嚟做對吧？好，即興就是要，好，老師請。那就從最低的聲部貝斯開始。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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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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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而且唱歌我觉得有魔力耶。他有知道吗？就是我们马上刚刚很专注。好，我想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的气氛就大家动听，你各位唱歌自己动快乐。难怪人家说唱歌是最好的养生法，延年益寿，心情又会喜乐，知道吗？啊，真嘅，今日呢，同大家分享一個阿卡貝拉，韓國人當中一個客家貝拉，所以希望吼，聽到呀音樂，本大家嘅心情就會動吼。韓國其實這個人生人最沒有負擔，其實你喺講做得發音嘅人哈，就是你可以很自由運用你這個上帝給你的樂器。好，動快樂嘅來唱歌，然後當然呢，唔講，做呀藝術節、音樂節，這個就是有高規格、專業的團隊哈。首先來說，客家貝拉既然選在新竹，客家 Tiki 哈，也特別強調我們要地方在地族群音樂，我們的方言音樂。我想使用自家頭前有講到，
出题创一家嘅歌，同嘅乐团歌舞团咩哈，韩国除了国际嘅团体合作，跟这个是北京的团体是吗？自由意志。哦，亚伯很用嘅合作嘅方式呢，同其他呢？因為都一項係盲堂都記得變過，所以對我嚟講係咧非常大嘅想象空間。唔過唱嘅係唔嘅歌，就唱那個一三木。啊，我啷個冇問題，反正你用嘅唱全部都係唱嘅。反正木做音巴，就是一三木。我知，因為也係唔嘅歌，哦，就當然歌詞要用嘅曲嘅，你就懂說咩哈。唔過呢，有新的編曲哈，點都帶俾你一種當其他一種新鮮感。好像其實吼，喺度最近廿多年，青島嘅客家音樂人，哈創作就會非常嘅好聽，非常嘅。歌詞嘅內容也非常嘅強哈，咁故所也俾透過人嘅機會，轉換到一隻阿卡貝拉安尼嘅形式去結合，對我來講嘛係一隻非常期盼嘅一件事情。安尼既然是我們這個阿卡貝拉嘅方式，這個都是去為你唱，歌自由意識同你唱下來合唱。係啊，就唱家下，他家安尼唱下。哦，很期待。難乜同期待？懂我講，唔怕，無論多嘅時節行相樣嘅唱，唔唱樣嘅唱，你係主唱咩？係唱就改變嘛，做得。真嘅啦，嗰時候呢係冇共用嘅火花哈，要不然呢給我想哈，係執行長特別邀請我們思蓉姐嘛，哈。而且我覺得會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們請自由意志來去做編曲，那當然，是因為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阿卡貝拉團隊。其實他們的團長，他們的貝斯是新竹人，對，他只是去北京發展，對，也其實是有連結的，也是我們的好朋友，他又是新竹人，所以他還很願意就是要回到他的家鄉，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唱。那他們最近其實又改編了很多，也就是中國各地的民族的歌曲。我聽他們最新的歌曲都是新疆的民歌，然後非常棒。那他們也很了解這個民族的風格，所以我也在期待，就是跟思蓉老師在音樂上面會有很有趣的碰撞跟火花。哇塞，所以哈。好期待，都期待哈！但其中還有謝雨薇老師哈，今年冇來到現場，不過佢嘅歌聲、佢嘅音樂、貴重音樂會都走在他嘅度哈。而且呢一排哈繞牆誒，動的團曲就是國際上很多的團隊，我們來就來好好的給大家介紹一下哈。剛才頭先又講到這個 Women of the World， 是係。記得嘛哈，好，這個是來自哪裡的團隊？他們是來自美國的團隊，但是這4個女生呢，都是沒有一個人是美國人，他們都是在波士頓那個地區附近一起認識的。那裡面有看到最左邊的這一位是來自海地。然後那位亞洲女生是日本人，然後右邊這位當然很明顯就是印度人，那最右邊的這一位是意大利人，遍布世界各地。那他們這個團體就是演唱了世界各地各個不同語言的曲子，非常非常多，然後也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編曲去呈現，所以也很期待他們這次會為客家的這樣子的歌曲會做出什麼樣子的改變？真嘅呢，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在看我們的文化的時候，同人這個看這個冇共樣，別人看我們跟我們自己看自己就很不同。這個就是我們很重要一個目的啦，就是逼全世界的人都唱客家歌。也要唱客家歌來唱客家歌，來聽美好的客家歌。對，因為這就是世界音樂的一部分嘛，哈。剛剛講到這個是跨族群啊，跨國籍，同 NQ 用我們的音樂是，你講豐年咩，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開花結果，好，透過不同的音樂的風格，按秀清講，過來亞給，這就是我們在地的團隊嘍。好，這個就是我們的八音。對，就是非常棒的，可能很多聽眾朋友都知道，因為過年我們轉到客台，其實都會看到這幾位的面孔，去聽他們聽他們的曲子。您就內行了，是不是？愛愛客家天師，太家學愛客家天師。對，就是我們新竹的田屋北管八音團。給到真名董家嗎？非常棒，兩位老師，田老師都是非常好的人。然後我們第一次去找他的時候，那他們其實也還不知道阿卡貝拉是什麼，然後我們就泡茶聊天，然後跟他講說我們想做什麼，然後他們也說哦好，我們可以做什麼，而且
他们还很兴奋，就说哇，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个，可是应该年轻人们都很喜欢。然后他们也说，那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唢呐呀，他们用了很多唢呐，然后跟人声怎么样去搭配。他都说我们也可以阿卡贝拉，我们也可以二胡、唢呐，我们什么乐器都可以用人来做。哇！所以他们也是很兴奋，对于这次的音乐会。哦，就有一点要 PK 了哈，像 PK 的感觉。高亚给的，哎，这个是亚洲的团队吧？对，这个是叫做半肥瘦。这好像是在形容这个肉哎，叉烧，形容叉烧好吃半肥瘦，肚好恰到好处。对，非常优秀的香港团队。那这次也是会请他们来演唱双双老师的作品，就是《花树下》改编的《花树下》这首歌。花树下，对。哦，哎，来唱，我觉得香港团队来唱这个应该相对容易，因为记得有个共同法，同安给客家话，哈，有青岛相同的地方。给亚给呢，好青春无敌哦。这个是台湾的团队，台湾的团队叫做穆斯麦人声乐团。那么他们这次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他们自己非常喜欢唱爵士乐，对，所以我们这次是请他们改编那个老山歌。哎呀。对，爵士的老山歌，把老山歌变成爵士版，纯人声的爵士版，非常搭哎。对，因为像老山歌，它的五声音阶，是它的旋律，它的句子的长度，跟蓝调爵士基本上就像兄弟一样。是。哇，好，因为阿卡贝拉给方式，真音动唱，那3度按你冲，单腔分奏5年按你给感觉，还错嘛，好。那好，还有这个团队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刚刚提过的自由意志哦，崔老师永基合作嘅。左边的第2个男生，他就是我们的团长100，他是新主人哦，是哦，然后其他的就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城市，然后组成的一个团队，很年轻的团，很年轻的团队，所以他们唱很多冲青斗黑中国那边的地方民谣、民族歌曲，然后改编的都非常棒。他们的编曲者在框外面，然后也是我跟双方老师都很喜欢的一位编曲者。好棒哦！那这个团体，哎呦，这个是韩国吧？对，韩国的，这是韩国的 Tories， 因为他们都穿着改良的韩服，然后来去唱。是他们这次也会带来他们文化的东西，然后同一时间，在我们的哈卡贝拉里面，他们也准备好了要唱《18姑娘》这首歌。那他们其实都很认真，就是会拜托我们，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讲说怎么发音，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再去好好的练习这样子。哇，真音皮总音准呢，这些团队我想非常非常的精彩。是，所以这个哈哈音乐会啊，哈卡贝拉值得期待啊！当然，米给团吹啊，我们1系列活动4天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密切锁定。当然，等下之后呢，继续同大家分享亚拜的 Vocal Asia 期盼国际阿卡贝拉艺术节地度精彩发通哦。大家轉到福喜來咧，今晚嘅阿卡貝拉係咩本大家知道？哇，耳空洞享受呢，喺個迫不及待啊，來參加活動咧哈！好，看睇今日嘅節目，開始準備手機通一下來買票了哦。而且貴州咧阿卡貝拉好喺台灣嘅發展哦，當然現在全亞洲區最重要這個阿卡貝拉的推手跟國際連結是 Any Vocal Asia 咧哈，所以這項總執行長陳老師飛來飛去，非常的忙碌。对，因为亚洲比起欧美，真的比较晚才开始接触现代阿卡贝拉这种音乐。那其实有很多爱好者，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刚刚一起唱歌就有那个感觉嘛。真的音乐是，我觉得是拿来连接人跟人之间一个超级重要的桥梁。所以我们在推动的时候，其实希望。我们是按照阿卡贝拉的这个本质去推动的，那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多连接、多推广、多交流，然后在音乐的交流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很 open 的分享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係呢，家講推翻嚟了阿卡貝拉，比了歐美國家哈還蠻清幽哈，它的來源是從歐洲的這個教堂音樂緣起嘛？雙方女。是的，就是在中世紀時期的時候，那個時候在教堂裡面的音樂是不允許有樂器。那也有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在
我们看到什么圣彼得大教堂啊，或者是圣史蒂芬大教堂旁边，其实都会有一个小教堂。那在那个小教堂里面是放不进去所谓教会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也就是管风琴。那在这样小教堂的那个意大利文就是 capella， 那在小教堂里面的音乐就是 a cappella， 那就是没有乐器，纯人声的音乐这样。而且我觉得生长在现代蛮幸福，因为他有把一点搞通例如他们要比较多童声，然后男生女生还没办法在教会里面唱歌，对不对？好，所以你还有没有可能问法？但是因为这样很美，我觉得每一个族群像那诞孙的音上快习，然后其实它就可以变化出非常丰富的音乐，所以它一直发展到现在。那像你们这几年在推动啊，你觉得台湾的阿卡贝拉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很显著、很特别的成长？因为大部分好像我们还是听所谓的流行音乐，或是有乐器伴奏编曲的音乐。其实双双老师，我觉得他就做了很多作品，说不是真的纯粹流行的。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年轻人们现在喜欢用阿卡贝拉去演奏他们喜欢的音乐。但对我来说，阿卡贝拉作为就是音乐创作的一种模式，它应该更有可以去贴近它的本质去发挥的地方。所以像双双老师改编的这一系列的，譬如说客家民谣也好，或者是比较世界音乐也好，我觉得都比较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谢谢。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在国外念书嘛，然后也就是学习刚刚提到的教会音乐。那在那边练巴哈练了很久，然后练得很辛苦的时候，也在想说，我在这边另外一个国家一直在学习别人的东西，那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在台湾如果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做音乐的话，我一定要做台湾这边的音乐，所以就那时候就挑了一些原住民的曲子，然后包含一些客家的歌曲做改编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特别请思荣老师来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了，因为台湾现在的阿卡贝拉的客家的作品还很少，我们希望能够变得更多。那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编过很多比较粗犷的雨薇老师的版本的歌曲了，我觉得可以有更多我们属于我们客家的女性的角度的音乐来一起来做。这样很棒哦，懂咱们哈。好像唐内良阿卡贝拉，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初衷哦。如果天师几年前哈有青岛青花堂有没有一个贴片去好安的音商，用人声的方式来呈现？你觉得如果要来演唱好演绎阿卡贝拉，它的非常重要、绝对不可以跑掉的那个本质跟初衷是什么？好难啊！大在问，绝对不可以跑掉的，就是绝对不可以跑掉，调是不能跑掉。对，所以你说人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旋律跟节奏它搭配起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嘛。我觉得其实对我一个音乐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回到声音的本质，声音的表现跟表达里面。所以古时候就讲，其他样板，讲以作为一个传统的美学，有讲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呀肉就係人的肉上，咁人的肉上呢，佢做的。去模仿呀，古早的台词演诗嘅，甚至呢人的內心的這種感情，全部都有哈。咁古時候就講，我哋知道呀，阿卡貝拉其實就係老人上發揮到極致的一種表現。哇，把人生发挥到极致啊，对哦。而且我刚刚使用机讲到清楚也就是说，其实人生它表达一个那种情感内在一个很直接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就好像为什么当初是要用人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口气嘛，好就有灵魂、有生命的感觉哈。我每次都会按的，古时候亚拜的几个演拢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会干说的，就是不同国家人他们演唱自己的东西，那个生命力是很强壮的。就因为讲我要唱我自己的歌，用我的声音，像刚刚执行长讲的，每次亚给发非常的感动，也让人很感动，就是说能够坚持做自己啦。能够坚持做自己，好像不会用别的东西去取代的感觉。那像Innelia啦，像今年举办的第8年了哈，
在国外台湾安尼举办，有没有觉得非常难忘的回馈？难忘的回忆，我觉得，当然在台湾，我们2016年在台东做的时候，然后我们上半场就刻意的安排了很多的原住民的古调，跟我们这次很像，就是让台下音乐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去听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台湾的，我们千百年前的阿卡贝拉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都有接收到那样子的感觉。哎，真的哎，千百年前就是我们的古调嘛，像布农族的八部。对，而且这些音乐，我觉得以前音乐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是很强的，而且它富有很强的历史跟传承跟教育的意义。我们的客家的老山歌嘛，我都说老山歌就是以前我们的无线电对讲机啊，因为他用那个曲调，然后去喊另外一个山头叫他回来吃饭这样子。对，那不是只是单纯的欣赏而已，它有一个很强的跟生活连接的功能。对，那这样的意义，但现在又有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又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甚至是用阿卡贝拉这种国外观众他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很快速的能够去多看看我们的文化。我每次感动的都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更很难忘的，我觉得这次一定也会发生的。我们16年的时候就请一个菲律宾的团队，他们去唱原住民的歌曲。结果隔了几个月，我们艺术节结束之后，我发现他们去新加坡比赛，然后结果他还唱了我们的原住民古调。所以一个菲律宾团队去新加坡面对世界各地的观众，然后他介绍说这个是台湾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当下看到那个转播的画面，我其实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就是觉得说我们有做到一些文化交流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很期待这次我们这个哈卡贝拉音乐会结束之后，韩国团队会继续回去唱我们的客家歌，香港也会回去唱，美国团队他还会带着我们的歌到世界各地去走。那我觉得这样子就真的有做到一个很不一样的音乐带着文化走出去的感觉。哇！我刚刚听这个武明老师安尼讲，眼睛发亮，因为这个本来不是在做这个音乐的，但是因为开始接触音乐剧、歌剧，开始爱都赢哦，既然就投入了，而且这个投入其实大家知道说，开创者总是筚路蓝缕，不过呢，安尼辛苦，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能跟他共发就是眼睛那个闪烁的光芒，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希望呢，阿卡贝拉可以长长久久，甚至是以后呢，大家时间还没到就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始给你 ID 呢？真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非常繁茂的这个景况啊哈。还是今年的喺举办第8年的新作，今年的艺术节呢，我相信内容非常精彩，有按彩体嘅。客家嘅團隊，要按國際上邀請來嘅優秀嘅團隊，就邀請大家，8月16號到8月19號，一天記得在這個巨城購物中心第2 B，我們來親近。當然，客家杯藍莓聽說一起可能在七夕要浪漫一下，好冇？今日再次感謝三位先生，謝謝。今日精彩內容就送問大家了，咪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圓通喲，張來了。